越南渣打銀行頃於2025年2月20日於南湖志明市舉辦2025年上半年越南與全球經濟概況之座談，以探討正在重新塑造越南與全球市場之重要經濟趨勢。渣打銀行東協與南亞首席經濟師在談論全球經濟狀況時表示，渣打銀行預測全球經濟成長維持低水平，2024年 GDP 成長率為3.2%，而2025年 GDP 成長率為3.1%。通膨下降，但聯準會降息預期減弱，緊縮之貨幣政策、財政壓力以及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將會繼續影響全球市場。渣打銀行越南及泰國市場高級經濟師在談論越南經濟概況時表示，預測2025年越南 GDP 成長率將達6.7%，其中上半年為7.5%，下半年為6.1%。並指出越南經濟成長背後之驅動力為外人直接投資 FDI 之積極成長，其中吸引投資最多為製造業，其次為房地產行業。此外，零售營業額及工業生產之強勁增長，出口呈現穩健，以及旅遊業復甦等。渣打銀行越南分行阮翠杏官退限總經理在活動中表示，越南之復甦為東協最具活力之經濟體之一，並強調越南近10年來儘管面臨周期性之挑戰，但仍持續保持高成長率，並正在轉變為一個蓬勃發展之中上收入之經濟體。渣打銀行同時重申對促進越南成長、創新及永續發展之承諾，透過與客戶和合作夥伴的合作，該銀行將致力推廣全面永續融資，支持越南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目標，以及推動越南之成長與繁榮。渣打銀行表示，越南政府正致力於促進更強勁之經濟成長，雖有助於短期內維持低利率，然而該行預測利率將在第二季逐步恢復正常水平，並預計越南國家銀行將在2025年第二季將會將利率提高50個基點。